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韩国瑜哦，昨暝带嚟个小琉球，讲甲这个当地乡亲来座谈。伊讲伊当选了后，会来检讨着一例一休，甚至会甲废掉。啊，今仔日一透早是来拜访着小琉球的农会、施会甲免税店，随后是坐船回到东港，继续伊的行程。啊，小琉球的宫庙嘛为韩国瑜抽出着一张签诗，是上上签。 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继续伫屏东拜访，结束昨归港行程了后，尾暗啊坐船到小琉球，带离当地。暗时伫三良宫广场甲小琉球乡民座谈会中，小琉球的乡亲除了甲韩国瑜讲希望收入倒回争取渔权，也有一个人讲希望会使废掉一例一休。韩国瑜嘛明确回应讲，伊一定会去做，来帮我们农渔民改善我们的生活，这是我们的责任，好不好？ 一例休这个案子一定会重新检讨，拿这位大姐报告一下。后来，韩国瑜伫当选城中结束甲乡亲的夜谈活动。今日韩国瑜的行程嘛是有够满，早起先参观当地真出名的景点花斑岩，再来拜访农会、渔会，还有新兴乡免税店。 伫早起有一个插曲，透早韩国瑜的支持者社群传出一张小琉球当地庙天兴宫的庙签，而且佫是上上签。也毋过韩国瑜唔知影，早起嘛无去过宫庙，原来是因为韩国瑜支持者的天丰宫的姓黄的主意替伊代抽的。后来韩国瑜坐船离开小琉球，到潮州三山国庙参拜。伊逐个行程拢甜甜，伊去到倒位，支持者就对到倒位，和现场想要行耍位就真困难。也毋过除了有韩国瑜的支持者以外，嘛有反韩的人士到这个媒体直播平台，写讲已经准备好枪机啊，要来针对韩国瑜。即马警方已经针对这款的流言伫处理啊。